世界万项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这两天，咱总统在哪里呢？出国访问。咱国的总统访友邦，过境美国比大班。人讲规家哪有无共款？你看，随时发布军售给台湾，那么对方的国防部长去用检查是安怎款？今仔日好好来讨论。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亚太综合研究院院长童晓成，主席、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二位，中正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蔡英雄，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第三位，咱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所助理教授林应优，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第四位，资深的军事记者郭鸿章，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首先，咱来关心总统赖清德去南太平洋访问，今仔日到头一个友邦马绍尔群岛的共和国，那么总统海尼甲伊的翁婿，嘛亲身来接机，现场嘛有真济咱台湾的侨胞。赖总统去国会发表了演说，伊讲到台湾伫当地建设，嘛引用到马绍尔这个国家的国家因啊。国喜的顶头写的字，齐心努力，共创成就，来形容两国的情谊。甲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总统海尼握手相揽，总统赖清德出访南太平洋，到第一个友邦马绍尔群岛共和国，40外个侨胞也红布条欢迎，也有马国的学生以两个国旗来迎接。In our culture, rain brings blessing. You brought a lot of rain and blessing on the RMI and our partnership. 谢谢你 ，Thank you and very warm welcome again. 马绍尔国会铺红地毯迎贵宾，因为赖总统受议长邀请发表演说，讲到台湾伫马国推动的实质建设，佮引用马绍尔国因顶头的话语，共心拍拼，共创成就，来形容两国的情谊。包括美国驻马国副馆长波西，甲澳洲驻马国大使威尔森，拢有到现场。了解到马绍尔航空面临飞机老旧的问题，台湾很乐意提供马绍尔群岛优惠贷款，为马绍尔航空采购全新的飞航，来改善在地的航空服务。台湾和马绍尔群岛相互扶持，也共同面对挑战。首度到访马绍尔共和国，赖总统受邀进入国会演说，文化邦谊也要深化两国实质交流。以上是公视第一本方俊怀在马绍尔的采访报告。那么，咱看到赖总统去到南太平洋，其实咱今仔日唔拿要讲这个赖总统去到南太平洋，哦，啊，佮有对方呢，其实啊，这个军机啊，哇，射甲更较侪人。另外，伊的国防部长，去用检查，而且马上停职。他拄仔佫发生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马英九前总统办公室因的主任也发言人啊，萧旭婷萧旭婷伊也讲，伊讲这个前总统蔡英文、总统赖清德讲的中华民国台湾，这嘛是中国台湾，因为中华民国就是中国。民进党立委领中华民国的薪水，怎么可以呢？会当颠倒是非，然后去误导国人呢？伊讲中华民国就是中国所以咱好来问四位在场的来宾。首先，我要请教到童老师，这摆赖总统出访，通常就任头一年的出访，这应该是正常的代志，爱去讲老的这第一。那有人讲这个规格足悬的，有人讲哪有，差不多。老师安怎看待？我想讲第一这个夏威夷离美国的本土伤远啦，伤远，爱较近。人要来足麻烦的啦，爱飞10点钟啊。因你来回，不是我是讲美国的人，美国的政治人物，伊告诉我伊要来夏威夷，按照
伤远啊，对吧？这是第一点。安尼，钟老师，安尼就爱怪讲咱的友邦拢无较近呢，是不是？有啊，那个巴拉圭较近啊，巴拉圭哪有较近？有较近一撮啦，较近一撮啦。不，巴拉圭无要紧啦，巴拉圭是安尼啦，是讲巴拉圭都唔是美国本土哦，巴拉圭伊是咧过境嘛，过境啊。但是会使过境啊。过境啊，对啊。啊，你去美国的本土嘛，啊，你本土人就真方便嘛。啊，对吧？唔管是倒位嘛，所以老师这是非检机罪啦，这算做非检机罪。对啦，差不多是安尼啦吼。过来呢，国家伤细啦，这3个国家加起来就6.7万人，伤细嘛吼。过来呢，伊的陪同的人员哦，嘛太少，伤少啦。哦，陪人员啊，伤少。家己的人啦。啊，家己人，敢若政府总统府秘书长啊，甲外交部长都无啊，啊，对吧？你国安的人员都无，一个人都无，对吧？啊，就是讲，那你要讨论什么代志？啊，什么侨委会啦，什么迄款人有啦，迄款的代表有啦，啊，毋讲重要的都无。但老师，一个总统的出门，咱爱甲其他安尼排遐济物件吗？唔说排下去物啊，你讲你的正式啊，气势，系气势啊，对啊。啊，你去美国，你美国本土遐真侪人啊，无共款的人啊，对不？有政治人物啊，有学者专家，像什么拢有啊。那拢有咯，就是讲要讨论啊较重要的代志啊，对吧？而且国安的代志啊，是，对吧？童老师，你意见就是讲，爱有国安，爱办事，爱有办头，爱大吼。系啊，安看起来才规格才会当看会出来。对。但是我要问蔡老师吼，是蔡老师，这个总统受待遇甲美国的这个关系吼，那有人一种讲法就是讲，爱看长看久嘛。伊咧头一摆嘛，大家双方面吼，拄啊开始咧计较嘛，以后较有默契了吼。无得靠随着甲特朗普总统来甲加赖安尼啊，敢有可能？蔡老师？即届就是美国的前议长吼，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有交咱的总统敲电话20分钟，吼总统本身嘛有公开8分钟的伫迄个夏威夷即个东西的即个研究中心吼，有公开的演讲。伊搁去看即个亚利桑那即个战舰，当时去日本拍沉落了，迄个纪念馆，伊就去算讲去送花箍，顶悬签中华民国甲台湾，这总统。所以我是感觉安尼啦，过去马英九总统伊去这南太平洋这几个国家，伊嘛是过境关岛啊，伊嘛毋是去夏威夷呢，关岛搁愈近呢，蔡英文总统嘛是对即个。迄个嘛是夏威夷，转机去3个国家。老师，人关岛佫是总督咧通关，佫毋是实际意义上美国的51州之一的。对，无毋对，是海外的领地啦。但是问题就是讲，迄嘛是美国的本土啊，伊的军伊的参众院的议员佫无投票权的。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讲，咱嘛是部。军事的设施拢伫遐啦，美国嘛毋是讲无重视啊，安尼有理无吼？伊若讲今仔去中南美洲，对洛杉矶、对德州，迄拢合理啦。你若有可能飞机坐要坐到本土，来转来遮，即摆国民党已经讲啥？讲这讨债，浪费，无毋对啦。即届去是即3个较小的国家，且咱要去即几个国家，因为中国伫遐想空想慢要甲因拗过来啊。即几个国家本身有面对着即个气候的变迁，爱国家有诶，甚至伊的土地拢会去水淹去，当然国家本身的条件也无遐尼好，但是因即几个国家交美国关系真好啦，美国拢过去伫遮有算有气炸弹啦，比如讲做开欠因即几个国家啦，所以这就是讲至少剩即12个尚无佫有一寡迄个较死忠的讲，袂讲安尼雄雄要佫走去啊，咱当然。袂当讲因为伊细啦，有当时啊，就是讲，咱台湾嘛足细啊，问题是咱所以老师，我突然间想讲，咱咧看总统出访，看伊的规格，就会当来
对定讲咱甲这国的关系好啊歹，安尼会当安尼看待吗？毋是啊，就是讲过去吼，捌发生过吼，算去啊人就甲你买菜嘛，还是讲你甲你安排一个较歹的所在，所以丁辉先啊总统伊就袂瘾落飞机嘛，吼。后来伊就是安尼抗议了，美国人讲对吼，安尼袂使，咱美国人对人哪会当安尼？后来伊去访问伊的母校嘛吼，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讲吼，无毋对啦，咱去甲人斗吼，有当时啊就是要照因的迄落，但是人互你公开会当演讲吼，大家佫会当吼，像你看了这电视上。这足明显的嘛吼，你免伫遐讲吼，我这规家啥足歹安尼。其实我讲啊，伊捌去过 DC 啊，2022的时阵，伊做副总统的时阵，就捌去过 DC 啊，要当着去着庞佩奥，个迄个副总统彭斯啊吼。我意思讲免比迄啦，吼，无毋对，咱的困境就是伫遮，吼。你若要逐项代志，就是讲，吼会算讲有较。免怎讲有较嫌啦，这唔好，这唔好，你咱就完全无法度出去啊吼。我的感觉是安尼，后一处唔是敢若这几个国家嘛，佫有其他的机会啦吼。当然美国的部分，我是感觉是安尼啦。不管伊对待咱好无好吼，咱家己本身家己本身上重要啦吼。你若家己无做好，美国人会感觉讲，我是安怎来挺你？即摆台湾的市场已经无共啊，所以我感觉讲，这唔免烦恼这啦。是林老师，你认为咧？因为两个国家的关系友好，应该爱来看待什么？尤其恁咧看这个战略啊、国际关系啊，恁拢看什么？是看讲我有甲伊咧做生意，生意吼来往之接甲真频繁，所以吼这个关系好。无就是讲无喏，我甲因的总统你兄我弟哦，大胸坎哦，会当加赖哦，安尼。我是想讲啦。加奈是安尼做这个生意，安尼做偌大还是水，安尼无重要。这摆赖总统出访上重要的就是地缘战略。咱爱知影，伊是去倒位？夏威夷呢？夏威夷当时是拖拉呢。美军的太平洋舰队即马搁咧遐。那么爱知影讲，台湾有代志的时阵，美军的第一批舰队是从横须贺从日本来，那第二批从哪里？关岛跟夏威夷。最重要的就是在夏威夷这一边的一个美国太平洋舰队印太司令部就在这里，所以上重要。这摆咱爱看哦，从地缘战略的角度来看，夏威夷去是去夏威夷嘛，然后接下来是图瓦卢啦、马绍尔、帛琉，这个所在就是当时第二摆太平洋战争，太平洋战争日本的重要的军事基地呢，美军反攻就是为家拍起来的，最后搁去倒位关岛。你爱看的时阵，唔是这个国家的一个大水，还是安怎？是伊的战略位置。因为当时我们所罗门群岛当时和阿公阿因 take 啊，所以在这一边所罗门群岛上重要的就是里面有一个瓜达康纳尔群岛。太平洋战争的时候，瓜达康纳尔群岛就是美日两边被抢的所在，因为你控制这一个瓜达康纳尔群岛，就控制了。澳大利亚、澳洲这边出来的路线，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要用一个地缘战略的角度来看这次赖总统一出访，他的出访击败是有背后是有这个大战略的一个意涵存在，所以但是温为家来看的时阵，温就会知影讲，伊击败去，我个人是认为有军事的一个目的，可能就先去建立一些互通的关系，而且他一击败赖总统去珍珠港。一去沙印去这边签名嘛，他珍珠港在这边，他是去亚利桑那号这是博物馆特别去看哦，还有跟当地的民防韧性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当时空炸珍珠港，珍珠港的防卫计划是怎么做？它的一个重要的军事设施，地方跟军方跟地方民众的关系是怎么样？这一次去，其实这一些可能都是先开第一个窗口，一个互动的窗口。未来有可能我们更多的一些部队，我们的可能是海巡，而且海军啊，也可以珍珠港受训。上一次的那个 RIMPAC 环太平洋演习，我们就看到我们的海巡就在底下看做联合演习啊。所以日后这些国家有没有可能在接下来在帛琉，之前也有新闻说我们的部队有去帛琉这一边去进行联合的演习。
所以其实赖总统的出访，我们不能只用外交的角度来看。所以其实淡薄有顺残水的，对。那另外一点就是，其实现在在这个东西中心正在举办一个全世界媒体人的一个类似 workshop 的一个国际的一个会议，一个国际的训练。所以其实赖总统刚好这拜去夏威夷，是不是之前就有去想到，全部全世界的媒体人都在遐，因他们一定会说啊，今嘛你看起来呀，今嘛事情是怎么样？赖总统的演讲会不会利用这一次的一个机会走向世界？对有3个日本记者，对啊，对伫总统这个行程，所以这国际性的这个意味有在内面就对了啦。对。洪总你安怎看？尤其这去的像头仔林老师所讲的，这种战略所在呢？这敢有遮深重，还是讲无啦？是去小甲你握一下手讲，阮细汉的以后拜托大家来小借问安尼。表面上你会讲夏威夷大家拢会使去，像咱过去讲这个。对啊，人讲哈，这还去算金门王礼宾会这个歌讲来去夏威夷安尼，那足简单的啊，但是。咱莫袂记哩，对无介意台湾有主体性的人来讲，咱出去的人叫做什么人？中华民国总统，中华民国台湾的总统。所以到珍珠港看到这条日军拍沉去这亚利桑那这个战舰的时阵，伊去啊致敬送的回扣，他安那写什么？署名是中华民国台湾总统赖清德，这是美国的国家公园处咧管的哦，政府管的所在哦，唔是路边你随便讲私人的你来入去行乌兰写拢无要紧，袂使呢。恁无当个人拢看无，伊来写啥？第一，这是应该是有含美方沟通过，国务院拢沟通过，这第一。第二。虽然讲这个博物馆，这个纪念馆，啊，然后是纪念馆，普通的游客拢会使去，但是你莫袂记，这个港内底就是美国上大，拄则老师讲的，太平洋舰队的这个总部伫遮，伊边仔拢是军事设施，拢是军港、军舰，甚至战斗机拢伫附近。遮敏感的所在，互你随便来遮来耀武扬威嘛？毋是嘛？这人客嘛。表示讲重视这个人客，所以互你来遮。前几年蔡英文总统在任的时阵嘛去过遮，同款规家拢是同款管的，军方的人拢伫边啊。意思就讲，毋是甲国家公园处的咧，这个馆长这个园长咧判你尔，毋是，军方的人拢伫边啊。什么意思？就是讲表示阮足重视你来，只是讲足侪代志袂使讲。因为搁较安怎，回到拄则邵老师和蔡老师拢有讲到，台湾甲美国的关系是咱台湾要行出去，但是对美国来讲，搁较安怎好，咱搁差一坎，毋是邦交国嘛。咱的总统出去是率领咱搁有其他官员哦，毋是总统家己去尔哦，是要和咱的邦交国建立搁较深、搁较紧密的这个关系，包括有一寡合作的项目，可能咱安尼。越洋电话视讯安怎讲讲得袂清楚，袂交混。咱当场来面对面的时阵，阮大头家来到遮，总统来到遮，咱嘛免讲总统答应你偌济钱，免，就讲这个意思就好啊。讲我有支持这个计划无？我真支持这个计划。我讲这句话，人对面，你讲海尼总统马绍尔群岛的，伊个知影嘛？讲应付咧这个地球气候变迁。哇！因咧海面淹起来，因咧倒会无去呢。咱台湾只是讲咱海边啊迄较晏的包括你讲西部一寡地会去接去尔，伊接去是规个岛就无去啊呢。伊会先无去，所以因会惊，因是足惊。咱台湾人可能讲面拢因甲面头咧在惊，因去咱惊伊去中国去摕去。所以其实外交就是安尼。咱互相拢有需要的所在。你即倒手较长，我正较短，咱相斗看有斗较赢无？有一寡问题，咱斗起来，同齐去面对。12个友邦这世界拄啊一个大岛，若搁减一个就麻烦啊。是啊，所以毋知讲出去最重要。
啊，大家其实拢咧敲碗讲，拢哎，罗总统哪会无出来？哪因为吼，照过去就包括蔡英文总统、马英九总统，甚至阿扁的后期，拢较稳定的时阵，半年就出一届啊。阿扁的总统半年佫有出3届咧，一年佫出3届咧。什么意思？就是讲，你爱帮我国爱个哭，吼，打通过的，你人也无咧行走吼，无去行吼，莫讲宣传水啦，咱嘛欢迎因来。伊嘛欢迎咱去，吼。安尼，洪总，你头下讲着吼，赖总统伫夏威夷伊送回科顶头的署名是中华民国台湾总统，哦，一个括号，台湾总统。啊，头拄仔咱一开头就讲哦，这马英九前总统的这办公室的主任，吼，这肖旭进伊也讲，伊讲吼，中国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台湾，吼啊！这第一，伊敢有代表着马英九总统的意思。第一，第二，伊这种讲法，国民党的党内是安怎来看待？啊，而且中国敢会欢喜这种讲法吗？我的感觉是安尼，我无确定讲，这萧志明长。执行长会使代表马英九100%的意思，但是有迄个意思。就是讲，伊安尼讲出来，可能8成9成吼，伊咧揣摩，伊咧掠讲我头家咧想啥。但是讲是伊讲得出来，我无认为伊讲的讲法有互马英九看过讲邓英啊签名无，因为我讲啊歹听啦，你也去甲对面吼大陆遐，你讲啊含习近平。习近平坐伙，含这什么国台办主任坐伙，啊我这简单甲称呼，人对面可能想讲啊，我紧你顺我意，吼，我罔听呢，吼听嘛欢喜，啊欢喜嘛加啊无欢喜，吼，因为听了结果无听到。但是你等来甲咱家己的土地，中华民国的土地，你竟然连中华民国4个字你都要甲减2字。啊，佮减咧上关键的2字，是安怎？咱含对面上无共款的，就是伊虽然叫人民共和国，但是伊心内底拢无人民，加领导人，加共产党。台湾中华民国，民国就是人民的国。中华我无意见，因为咱本身就这哦，大部分的人是汉族嘛好，黑人嘛好，这嘛是中华民族嘛吼。解说，但你认为中国咱对方的中国，伊敢会欢喜伊安尼讲？我感觉伊会感觉足奇怪，因为无需要讲到遮过头。讲到遮过头的时阵吼，可能讲的人会叫是讲，我咧有得分哦，我咧抢到对方的分哦，吼，这团的人听拢足爽的哦，唔对啊！你做主人做甲讲吼。我会安尼问是讲，伊敢会想讲，哎呦，你要甲我抢这中国的代表权？其实吼，这个是我讲的，是安怎讲枭的，无一定是代表马的意思。啊马可能伊会加想一解讲，啊你别请安尼讲，因为那可能走伤紧，吼，安尼可能走伤紧，像你拄仔讲的，对方嘛想讲你走伤紧啊，你认为是中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你无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效啊。中华台北，啊，因拢会讲中国台北。对，啊个主要，这个场合变中国台湾，我靠，尤其这个场合是无法度解说前后文的。咱真正讲这个代志，头前爱讲一个前提嘛好，爱讲一个故事嘛好。你无法度讲背景的时阵，突然间来一个中国台湾。啊，这种事后讲的嘛，伊主要吼，这前后话就是咧解说讲，有记者有这民意代表咧骂，这人家学生讲你咧讲中国台北。啊，但是我的意思讲，学生讲的是学生讲，学生是摕对面的 passport 来的嘛，吼，摕伊咧，咱叫大通证，大陆人民伫台湾地区的通行证，伊是摕迄来的，吼，迄是啥物有迄个证？迄个证是两花人民关系条例，是咱的法内底规定的哦。迄是当初两会海基会甲海合会两边拢同意的，意思讲，因拢代表政府同意的，到迄个证件入来。所以你摕迄个证件入来的时阵，
你应该给他遵守咱这边的规定，尽量吼。你讲你习惯安尼讲嘛，无要紧。你叫你讲，你口口声声讲，阮习近平主席，阮习近平主席，无人会甲你会安无欢喜。无，伊本来是咧替因咧讲话，讲啊，咱囡仔嘛，是啊，但是你替阮讲话，你讲过头嘛。第一，你也讲要讲，我讲是中华民国宪法下的中国。你先爱讲这个对，这就解说甲修正。对，安尼就伤济嘛，对无？所以我讲，伊卖个卖安尼讲，啊，讲过头。第二，对面来讲，啊，你即马吼是要顺阮这边吗？嘛毋是啊。我问童议长，你认为呢？我认为哈，这有几个要讲啊。你讲中华民国就是中国，迄是讲你是。讲啊，伤硬啦，毋是讲毋对啦，迄是讲爱为法律来讲，安尼是无问题啦。啊，毋过一般的用法，毋是安尼讲的啦，对无？但种这就是讲 de jure 跟 de facto，de jure 是讲为法律来，啊 de facto 呢，就是讲事实来，对无？这是无共款的两项代志吼。啊，搁有呢，讲即款话的人吼。阮会使来观察，讲即个是要选举还是无要选举的？你假如讲你想要选举的，假如讲朱立伦主席，伊是要带几个团队要来选举的，啊，伊敢讲袂？啊，无要选举的都无要紧啊。我要选举就讲的啊，对无？这是两军人啦，对无？两军人啊，两军人拢有伊的观众，拢有伊的支持者。啊，就讲你无要选举的人较少嘛，啊，要选举的人较济嘛，对无？这是一个代志。啊，搁有呢，啊，你的对象，看你讲要是甲虾米人来讲，假如讲你伫北京，也是台北。啊，这种无共款的呀，都不一样嘛，对不？那种就是安尼，你看什么人来讲什么话，对不？较实。但是在这个顶下文吼来看，咱咧过去咧讲中华民国台湾，意思是迄括号的台湾就是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嘛，吼，有这个意味嘛，有这个意味伫的，啊无只，咱来看一个反例就是讲中华台北，吼，中华台北迄阵时，有啦，伊就甲咱改做中国台北，对不对？中国下骹的台北，对不对？若是照这样来比，就是中國下骹的台灣，中國下骹的香港，安尼敢對？安尼是无啥物对啦。是我无，童老师你要讲清楚，是我想咧唔对，还是讲伊讲咧唔对？真歹讲咧。来，赵老师，我讲伊安尼讲的话吼，比如讲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吼。伊安尼讲的时阵是讲中华民国若中国，即嘛人就问讲中国有几个？吼，比如讲伊讲中华民国中国，其实大陆都爱听的啊，是呐，你有讲中国就好啊。吼，但是你若讲，你即个中国，交阮即个中国有两个中国，伊伫即个台湾政策的白皮纸内底就有讲啊。民进党若主张两个中国，迄嘛是台独，嘿，迄就是台独哦。但是你伫台湾，吼，你搁伫遐讲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是跋草呢。其实汤老师讲的意思就是选举就是跋草啦。你讲安尼绝对跋草啊！我唔相信朱立伦敢承认这啦，吼。你这个比如讲，反正我无咧选举啊，我咧讲啊。你是毋是海党嘛？无要紧啊，你的党，所以甚至美国我本来就甲因即个党就已经要切落你，好，无要紧，你若要切落你就尽量继续讲，吼。你实际统治的所在是啊，中华民国要讲伫台湾，1996年咱选总统了后，咱就无统治中国大陆啊。若1971年联合国就甲你赶出来啊嘛，代表中国就是敢若中华人民共和国。你要伫国际要人讲吼，中华民国即个中国即烂，哪有可能？人讲你是咧汉民呢？无可能啊！你台湾其实今仔即个萧旭岑吼，伊有改口，伊讲吼台湾队毋是中国台湾队。其实我讲啊，即个大陆的学生来，伊讲啥，
你就掂就好啊。你搁伫遐靠甲天落，啊来台湾哦，中国台湾，大家我讲大家伫网络开始去落，无伊哪会伊先哪会改口，伊先哪会落软，伊知影讲安尼袂使，这可能倒嘛会去烧着。哦，所以我感觉就是安尼来讲，你要主张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台湾人都无承认嘛，美国嘛无承认你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但是你国民党有部分的人咧承认安尼的时阵，安尼你知？伊来拍的时阵就是内战呢，内战是别人袂使甲你介入的哦。这个国际法的意涵是遮，你讲伊一部分嘛，啊，既然咱是一部分，这就是内战。所以老师，你即摆搁改口啊？伊改口，会改口，伊改口讲台湾队。毋是中但是伊有讲我这一时失言，伊是无，伊意思就是，我讲伊就是拢安尼嘛，啊伊个有讲哦，伊讲即届来吼，希望咱的政府会当放弃即个两国论，吼，放弃主张中华民国主权独立，这伊讲的，这是亲身讲的。所以若是用这个斗起来，伊讲中国。台湾就真合理啊！意思就是讲吼，汪老师，阮有来交流，救急不得。对，阮有来交流，但是你得爱放弃这，伊个逼政府爱放弃这个立场咧。其实伊毋是干纯交流。无啦，因为咱无采访到执行长，咱袂当替伊过度来解说。啊，叫伊来啊！好，我来请伊来。无爱亲身讲啊。执行长，我欢迎你来参加咱节目。哦，啊，在场四位哦，拢甲你同场，嘿，伊就甲恁斗阵来讲，来林老师。我是想讲啦，这个少年的这个马龙，这个嘛不是卡尔马龙，这个是拍乒乓的这个马龙，马龙他们一定要说中国台北。因为在他们一定要讲，一登记无了叫对啊，他们都还有党员还是什么那些，而且他们能够来，一定我们会理解，因共因呢，但是我们没必要加油添醋，我们没必要这个加一句中国台湾，因为你中国台湾就是中国香港、中国马靠，就是安尼呢，啊你就等于这是一个舆论战，有的时候有的时阵就参像。阿公啊，因袂讲遮足多，伊嘛知影来遮因袂使讲伤多，但是就点到为止就好。但是咱就无需要安尼就再加这一句，特别在讲这些，因为你再这样讲下去的话，就会变成今天外界会有很多的解读。愈来愈乌，就是安尼，互恁规个当安尼摸一烧啊。老师啊，这愈来愈乌吼，赖总统出去南太平洋。爱飞人机愈飞愈多，这军机安尼，哦，甲你团围住呢。伊这无咧手软的哦。是啊，就是即马阿公啊，伊嘛知影讲，哦，好，你出去，足侪人，这几工在问我。领导大人无伫的。足侪人即马都问我有没有联合利剑2024C， 因讲过来一摆未？我是想讲袂，因为。即马过去2摆联合利剑2024，头一摆是在5月520那个时候，是赖总统伊讲啊，两岸互不隶属这一块，是唔是伊创啥，是伊讲啥，伊讲一句两岸互不隶属。10月国庆日是说祖国论，所以2摆是伊讲啥，唔是伊创啥物事代志。这摆伊出访，其实以前也有出访过，我是想出访不要紧。是他出访之后一讲啥啊，这个才是阿公的因今嘛在看的。但是我是想讲，袂再做，不会有那么大的演习，因为天气不好，今嘛天气歹啦哈，东北季风在逃，今嘛的时阵，其实现在的一个海象并不好，所以这个时候要不要演习，我是想讲不会。第二个是川普今嘛要起来哦。拜登最后要离开，再剩1个月，川普要起来。你讲到拜登，那是第18摆军售才对啊，那是这摆阿公啊，你这是咧算做业绩，还是讲我欠你的紧签的？我是想讲，这是照他的 tempo 啦，照他的 tempo 在走。还有就是美国现在其实是要放假了。感恩节 Thanksgiving 跟 Christmas 基本上都来啊。现在是什么？感恩节。感恩节前最后紧匆匆大家来放假。对，而且之后的国会跟政府全部都改了，都停了，所以趁最后赶快这个9局下半赶快全部投手上来，是不是投一投，就是安尼。即摆我爱看的是，即摆美国的时间是走到倒位去啊。但是老师，你看咱这图表哈，美国对台军售，这欠的这武器清单啦，总共欠偌济
哦，欠了真济呢，欠这个飞弹啦，欠弹药啦，看鱼雷啦、枪支啦、无人机啦，啊，还有这个 F-16的啦。对，即马我嘛定定咧讲，美国欠阮遮侪武器，但是咱要安怎？就是即马为虾米美国的厂商会来台湾，讲有可能联合生产，或者是有一些零组件，咱不用去送到美国去。老师，你的意思是讲，伊唔是不为呀，伊是不灵呀？是，它的那个架动率维护期维护来搞火。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最近韩国的炮弹卖得特别好，因为美国做不出来啊。黑马后啊，抹黑马后，而且它刚好可以补上美国现在欠缺的这一块。这嘛嘛是当台湾刚某这个机会可以进入这个市场，军火市场，其实这一块是起码台湾温爱把握这个抢死。但是阮会问讲，这欠的这个武器的清单，就是讲，那安尼我2027安尼敢有法度来弥补咱的建单？这个就是为什么咱爱甲美国买，但是咱嘛爱自己要生产。阮嘛是有 IDF， 阮嘛是有天宫飞弹，阮嘛是有雄风飞弹，阮袂使只靠美国，阮嘛爱靠家己。这个就是现在我们的一个军售，我们的武器两代爱 balance。所以因这欠的不是挑工，不是挑工，是因无法度。因即马家己美军嘛无法度遮侪船出来啊！因嘛讲阿拉个的船啊，去参像安尼落水饺共款，一条一条拢出来啊！啊是啊，我美军我就无遮侪能量去造遮侪船，这个嘛是因的问题。但是即马就是讲，好，那日本、韩国、台湾，咱会使跟美国联合生产，用这种方式去冲上去这个产能。一定你要补充一下。这个情形哦，我是讲吼。跟乌克兰嘛有关系，乌克兰可能啦哈，叫川普，拢甲咱单拢炸去，那就是啊。那照川普的讲法，我结束，啊结束了呢，温度挖过啊。哦，就单机行啊。就是洪忠呢？是，因为对啊，唐老师嘛讲到吼，其实美国即马伊真尴尬啦，吼，真尴尬。为啥讲？乌克兰遮对于拜登的政府来讲，现任的政府来讲，伊是本来是要挺到底，啊想讲我吼到这卡马拉吼贺锦丽，佮接落吼，啊你个水溃啊，结果无咧，怎无法度即马真歹，就是讲乌克兰家己的人嘛，就即马一个迄个吼心理状态个讲，我咧压步枪咧守吼咧拍，我讲系啊，我拍到1月20号我就免拍。已经淡去啊，吼，所以刀兵开始有咧刀兵愈来愈侪，进前嘛有，吼，但是这个时间点愈来愈侪，一直危险。就是讲国际政治这规个变局来的时阵，吼，大的趋势来的时阵，其实有个人拢挡袂掉。啊，台湾即马想那讲，拄好有法度讲，叫伊紧吼，海马斯做，来啊！吼，M1紧甲我改啊，12月中要来啊，吼，啊，其实有人去吹，毋是讲拢咱吼外交部去吹，国防部去吹呐，毋是，迄动员偌济力嘞，国会议员，吼，包括即摆有连任的，真系无连任拢共款，台湾连线的即拢去瞧，吼，众议院、参议院拢去瞧到吼，两党拢。但是他都林教授还是讲唐老师讲的，讲我是不，所以就是讲，这不是一个讲，这都来讲啊，有即马个无，毋是，这规个过程嘛，就像吼，阮即马也去手术吼，啊，我这蛋摕掉，啊，我可能吼，第1礼拜我讲食糜，第2礼拜我讲食饭，第3礼拜讲啊，我煮一个菜吼，啊，甲你配一个鱼啊，我紧，甲你补一个。你比方讲连面很好，哇！你要装马拉松无可能，伊供应链吼嘛是共款。做这物件，尤其进前，美国拢叫伊讲，我物件拢等落中国生产就好啊。反正迄嘛有美商嘛吼，迄嘛有台商嘛，拢无要紧，迄拢无妨害。结果发现讲，大家拢甲咧偷摕我的机密，大家拢甲咧创空，甚至飞讲物件怎烧去，无人机烧啊一半拢烧去，迄落来讲规万件零件拢有问题呢。
所以才讲危险。所以拄着这疫情拄好洗牌，工业链的厂商拢洗牌。洗牌就爱天头重新再起，啊，重新我所以嘛有这种关系，所以来延前重新建立讲这个生产的过程，你一开始拢试做嘛，吼，一项试做，你讲先做100件试看卖，我来切10件，抽检，咱工业部分拢是安尼，所有的工业制成拢共款，军事的嘛共款，啊，你过来讲好，安尼100件我抽10件拢无问题的时阵，还是讲9件有无问题，我改用我大量甲生产，啊，伊个时间。所以你袂当讲吼，啊美国甲安怎，美国安怎，摕阮的钱，歹势，军购毋是安尼来，是你物件要来的时阵，我甲的钱汇互你，毋是讲我先钱拢互你啊，无啊济。哎，李老师，报一句，因为我才个为美国转来，咱即摆阮有甲因讲啦，好啊，你欠阮遮侪物件，啊要安怎？你嘛无法度啊，你嘛生产无出来啊，啊即嘛热机移交。你美国即马用的有武器啊，飞行机会使互我无？这是无共款的哦。来小度可不可以？就是他现在的现在就有了。热机移交的意思就是讲，你即摆咧用什么物件，你就交啊。你敢无？咱我们是用这句去跟他做谈判。因为该小度。对，该小度啊。好啊，你要互我无？你敢不敢现在就给我？有些比如讲，我给领导，你困的这眠床袂歹哦。来，二手货我退过来哦。你有2顶眠床，你划1顶啊？对啊。那现在是你说 F16应该是不可能啊，但是鱼雷弹药这种，美国就会觉得说啊，我要不要先给你？咱先去看。你老师，你去看时看较好了，该换。我是想，无啦，我是没有进去看呐。但是其实这一个也是我们谈判的方式。哦，这袂歹哦。就是要么一个是全新生产，第二个就是 outlet 它库存的东西。第三个你的热机移交。维护期买，看今麦咧用啥物咱温身体，我今麦咧用啥温身体。二手的中国拢好。所以我讲到迄个神盾舰是安尼。对。因为已经有几啊只吼。第一代较老的，无咧用，伊存出来啦。因为因先讲吼，雷达无够好啦。因为后壁第六代啊嘛，啊第3代，啊但是退了无偌久，状况无讲介歹，紧甲捡起来，吼。加减用，哎，这个 idea 袂歹咧，吼。看领导啊，个使已经轻轻的安尼，新提提安尼啊，吼。敢若要 yard sale 啊，你共款吼。但是吼，上尾一味吼，咱来问讲。即摆咱若军售，是安怎？这习近平吼，即超这半冬以来，伊这军事的变动吼，愈来愈多呢。自超2018魏凤和伊国防部长吼，去用开除党籍军职吼，啊，搁有李尚福，伊嘛是这第2个部长，第3个部长就苗华。这个苗华毋是普通人呢，这个苗华如果是以早伊伫福建。哦，一路甲提拔起来呢。老师，那我想问哦，非军事领域的老师，你按照解读这个政治意味？这有3个切入点哈，一个是权力斗争啦，哦，是讲伊的内面吼，迄个权力分配吼，无公平啦，就内面的人吼，咧小杂，对，这是一个。第2个呢，贪污啦，因是。这个足悬的这个军头嘛，哦，啊伊甲外国的关系，即码是讲甲俄罗斯的关系啦，哦，俄罗斯关系都真好啦，疏通了对。嘿啊，啊遮吼，哦，以前台湾嘛是安尼啊，所以老师你这是暗箱作业，暗箱作业内面安尼，你都上下其手啊。都即按照出代志啊！但是因为咱吼，主要咱坦白讲，咱无啥关心讲你换啥，咱就关心讲伊安尼换来换去，是毋是换着讲，未来攻台湾的一寡军事的人，会变做换一寡人，这第2就是讲，这个根本性是斗着习近平的人，所以习近平的这势力在咧败落去。看起来是安尼啊！哦，拢是伊的人啊！这是啥物苗华、啥物董军，拢嘛是伊的人啊！
对无？无伊个人无伊但是老师，你头仔开始讲，伊讲伊即个内面咧相当，咱以早嘛知影国民党内面嘛有咧相当都有相当啊，即西西派啦，什么正学派啦呢，咧相当。系啊，啊，但是相当，蒋介石嘛是稳稳啊。那这都无共款，那这我头先讲吼，这是黑箱作业啦。啊，这外口的人吼，看无就看无啦，看无啊，阮会使推理分析啦，对无？头先我是讲嘛，所以咱唔是听成就对啦，唔是安尼啊，对无？我是讲看讲，伊即个学修内底吼有啥物没讲？啊，佫有一个呢，安全的问题。因为这李尚福哈，有一个后生啦，伫美国啦，伫美国都真侪代志啊啦，真侪代志了，伊可能都有这个安全的忧虑啦。这安全的忧虑都是这代志大条了呢。伊直出来甲伊儿子讲的代志伊拢甲讲出去。甲美国都，因为我这看到这个名单，看到会惊呢。伊这连续秀，这4位国防部长，这3位国防部长甲苗华，这种军头呢。对啊。像这位向了差不多准备要落台啊。都是安尼，就是说这是一个真危险的所在啦。这无稳定的这个系统，敢会倒地着讲会来攻打台湾？那就真歹讲的，真歹讲。看你这个残局，你要安怎休息起来？蔡老师安怎看？其实你看这苗华吼，伊只有几个去出做一届掠去，所以这就是讲规官那肉粽的。所以就是讲，伊的表示的意思就是讲吼，习近平要抄这组人是拢有问题，包括你对顶头苗华下骹你这的派系，你拢规组的啦，你这拢是。上无啦吼，其实贪污伫中国是真正常啦，因为这军方嘛咧卖军火啊，军方是公司呢，因为是公司呢，迄咧卖军火的。所以老师，你基本的认为是这是习近平家己主导要来调查因呢，并不是外团的讲是这个张游杰咧主导，要甲习近平要甲抬落去。不，你若无老大的同意，你若有可能讲你大主大意要来抬这帮人，都做这你的算讲你的敌人吼，我来抬这帮人，你无迄个抗战啦，吼，这一定要中央军委会主席吼亲身下令，这帮人就是讲迄规组拢害了啦，吼，伊就只好安怎，伊甲斩掉嘛，因为伊若要甲斩掉，其实斩掉有一个好处嘛。以后遐起来遐，你这拢少年的，这听我的，吼！你若无怎么歹的话，这骹就要断去啊！你都烂，你无切掉，你就规组拢害啊！所以真免想讲要拍的问题啦，因为吼，你这若无整顿就好，吼！伊遐武器遐啥，拢有贪污，吼！迄个偷工减料，遐物件若袂用钱，你是要拍？所以老师，你认为基本上2027要拍台湾这项代志，已经延前啦。迄是一个计划的一个日期啊。讲咱迄个目标伫2027年，看有即个能力无？毋是讲2027咱要来拍台湾啦。大家拢讲话是2027，其实毋是，是讲迄个时阵，若拢无出差错的话，咱就可能有即个能力。即马就出遮侪差错。这一大堆吼，3个部长吼，但是因的部长通常毋是咱的部长啦，因的抗战较低啊。吼，你得安尼想，咧抗战发起，中央各有顶管各有军委会啦，各有军委会副主委啦，吼。这我意思就是讲，这是拢规组的，所以毋是干那魏凤和，绝对毋是一个人啦。吼，因为当时伊嘛无爱公布遐济啊，伊今仔规组烧济出来吼，迄规个迄影响着军心。但是头我先掠，吼，这警察，但是你军队内面什么人叫人掠，大家拢嘛知的，对毋对？对啊，但是伊迄就是会当。想无会当吼换新啦，换新，安尼想哦。来，林老师，我是讲啊，这个苗华吼，伊在20大的时候，伊无去做这个副军委主席，我就想讲，这个有问题啊。因为当时大家都认为他应该是可以高升，但是无起来呢。伊无起来，大家就想讲，伊
可能是背后有问题，而且加工单工一些海军上将，但是工勤将他以前不是海军出来的，他是陆军在调过去的，调岗的，调岗的调兵他其实苗华他就是什么？他就是我们讲的以前讲总政治部这个政治工作部，他是政委出来的，所以其实为什么今天抓苗华这个意义就抓蓝公一些这个大老虎，因为他的一个位阶跟他能管的事情，比中国的国防部长还重要。中国的国防部长是负责去对外军事外交做的，所以蓝公这魏凤和啊、这厉啊、李尚福啊、董军，这个其实都还好。重点是苗华，而且苗华他底下总政治部所有的政委，在解放军里面，政委是跟这个指挥官同等级的哟。政委是有指挥作战的能力哦。所以他可以去培养政战这一个政委这一边一大串像种植一样的人，他是可以去有他的派系出来的。那现在今天刚刚多阿的共2027年会不会打？会不会打？其实我觉得2027年就现在来看，一波宰掉，因为人事这么大的变化。啊！你现在换了高层的，你换谁来？现在换叮当，换没叮当，啊，欠靠人对我在。少年的起来，但是这个少年的伊是有铺路无？咱嘛唔知影。当时今嘛因是讲先求红才求专，先求对我习近平的效忠，然后你铺路跟铺路，加个讲，现在就会变成中国的军方会出现这样问题，而且。魏凤和、李尚福当时都一个不是你讲赞，一个用啊，习近平都讲这个会使起来的，啊你起来以后咧，无3当5当哭起来啊，这嘛就是中共的军方会变成以前你习近平认为很好的，就像是现在未来取代苗华的，会不会有一天也被抓？这个才是今天解放军最大的问题。我先确认，林老师，你认为这个跟张友杰会夺权无关系？不是夺权，是习近平他要用一种恐怖平衡的方式。刚刚有讲到这个国民党内部斗来斗去，蒋介石一样是稳坐泰山，习近平嘛赶快，他就是要你里面大家人心惶惶，你唔敢讲 no， 你不敢去跟习近平说 no， 彼此之间跟哦你会不会做廖北亚来讲话还是安怎？大家会惊的时阵，我头就稳啦。哦，这个是他背后的我们讲的这宫斗啦，宫斗剧可以放到现在的现实生活，对吧？洪忠呢？我是感觉讲吼，这人事背后吼，其实含一寡事件，可能有寡连结啦，吼，甲做伙，因为真趣味。表面上咱讲这苗华吼，唔是海军出身，但是伊插海军插真济啦，吼。啊，大家冇袂记哩，今年吼，武汉遐一只。核子甲传统混合动力的新唱水舰怎沉落去？沉落去，伫港边咧测试就沉落去啊！变海观察的。啊，唔知，因无公布实上的这个数字吼，啊，佢测试的时阵沉落。哦。啊，咱啊，阿弥陀佛啦，上好伊人拢走出来啦吼，好，咱心肠较好，巴肠较好诶。啊，就算讲无人安怎，迄只几啊亿呢？啊个。好像讲，对我当宣传过啊，讲我这是上厉害吼，后盖吼对付美国啊航空母舰吼，偌好都偌好，啊用平常时拢用迄核子动力拢无啥，你拢找无。所以洪总，你推测可能是这个事件来引起来较看。应该是吼，这个事件爆发了后，开始去查，因这几个月吼，中共海军因为进前这个淡水舰吼。本来一开始唔是讲外国专家讲，一开始讲伫东海，甚至讲台海，吼，讲的出发伫解啊，你们讲黄海，又无啊？对阮吼讲真诶，军事研究的，还是讲写军事新闻的人，吼，顶下有一个想法讲，我直直问你，你拢唔爱甲我讲，吼，国防部，我直直问你，海军，我直直问你，你唔爱甲我讲，啊好啦，我怎写出去啦？我感觉安怎我会写，啊你就。跳出来甲我更正讲，唔对，你讲的唔对。就今日早下讲，本来昨有人写讲，下透早这M1战车要200，去给人讲要送200，啊结果国防部今日讲，这报道拢唔是事实，哦啊来嘛无讲无物件来，吼，共款的意思。外国专家咧摇的时阵，啊中共伊就冇咧烧啊，国防部就冇咧烧啊。
国防部顶面军委主席个冇咧烧啊，副主所席以具体你认为这个标法来抓起来，因为军委会内面7个内面，即摆剩5个呢。是，啊，即摆个上重要讲，是伊分管的物件是啥？第一，啊，总讲吼，是伊手下的人拢咧贪污，啊，手下的人咧偷，比如讲啦吼。毋是啊，若是我习近平，我就想讲，我不管你下骹的人有贪污无贪污，你就甲因规关的，我就规个甲你硬掉安尼较紧啊。那你规个关肉粽共款啦，肉粽头我扭起来嘛，所以你做到遮大的时阵，本地讲像林老师讲，伊本地应该是白起来的，那无做副主席，啊，可能讲吼，咧看管吼，我甲你观察你。互你观察期间，老师是心通哦，迄阵时就知啊。所以啊，但是啊，总拢无代志的时阵，可能伊个无代志，可能个爬起来啊。啊，但是伊运气歹。咱是较关心讲2027是裁掉无裁掉。袂怕啦，因为伊即摆也打无法度啦。也讲哦，这内底出在我即摆4票有3票袂怕哦。蔡老师，你有？